头先咱要做回来关心的，就是台南市的安平区天马港的时阵呢，发生一桩假酒赛车弄入去骑架的事故。这警方呢是发现一台轿车伊违规伫停红灯的时阵正弯，随便去甲砸落来。结果这个驾驶呢煞雄加速转弄入去人道，加在是无人伤亡。警方是表示讲后手会照公共危险罪甲伊送办。 一发现这台白色轿车违规红灯正弯，警车就随约起嚟要甲查得开问清楚，无经过后一秒煞弄起嚟。先生，就是怀疑驾驶加速咧溜走无单纯，警察一落车马上提醒对准驾驶。那这弄入去骑架的轿车车头脆鼓鼓，骑架的铁门嘛拢歹去，涂骹流出一堆汽机油。那当时事故真大声，嘛互附近民众拢踹一条。那嘣一声很大声啊！嘣一声很大声哦。对啊，你看那个。 他连里面那个玻璃都给人家撞破了，被撞到了，很倒衰耶。这件代志就发生在安平区华平路甲庆平路口一带，警方发现轿车违规要盘查，结果驾驶心虚，加上食酒赛车，根本控制袂了，hand道路，驾驶家己弄完，司机甲头壳有刮伤。送病院虽然无生命危险，安尼食酒赛车行为嘛不是头一届啊。全案无其他人员受伤，审男酒测值达0.85。 全案依涉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侦办。台南市警察局为特别防止食尾夜有人酒驾，对去年11月到今年1月加强处理。这期间拢总处理1196件，比去年同时间增加129件。那事故率是减21件。警方呼吁大家食酒唔通赛车，唔通摕家己甲别人的性命来讲生笑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